来看到高雄，目前中央是开800亿扩建高雄国际机场，不过高雄机场呢受消极，而且未来货运需求会愈来愈多，相关的硬体设备恐惊是无法度应付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表示，这中央呢就要量早伫咧高雄规划一个24点钟的机场，伊是认为讲这南升基地上好选择。 货柜车一台接一台，准备要甲物件载去南青货柜码头装船送出海。南青计划区屯海造地，若做码头，未来就有可能会起机场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，中央要推动大南方大发展计划，交通建设一定要对起来。尤其高雄长期欠缺一个24点钟拢会当起工的机场。 未来货运的需求会愈来愈多，伊建议中央要量早规划，南青基地是一个真适合的地点。原来填海造陆的这个西侧，那也配合我们捷运的红线，跟国道7号的非常便捷的这个直接联系到台湾的各主要的这个城市，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 要伫南青计划区起机场，对2000年开始就线线有人提出来讨论。即摆陈其迈市长又搁提起，当地居民讲对整体利益来看，因乐观看待，不过嘛有一寡烦恼。这外海遐南青计外海遐有一条海沟呢，足深的海沟呢。第二点就是讲有一个岐山断层的，全面列入评估嘛。你去机场敢有适合？介好啊！ 但是伊只要起咁只时，伊要睇来走路出嚟，这风车问题介重要无？航线不共款啊，迄个风车不共款啊。目前中央要开880亿扩建高雄国际机场，预定第一期2032年完工。不过有宵禁这点，都让南部地区的科技产业发展受到真大的限制。陈其迈也强调，南青基地只是一个建议，地点当然佫需要详细评估。若是讲看较远咧，即摆都要赶紧动起来。记者柯家族邱超勇高雄采访报道。